继续来到台中，有民众钓钓，相信着投资诈骗，前后后汇340多万户人。尾也知影是诈骗，就报警，配合警方，甲车手约出来，要当面来交钱。这车手真大胆，竟然是约你的大甲镇南宫的庙前要来提钱。当时这个镇南宫正咧办法会，人潮滚滚滚。远景就确定是车手，就挖向前，甲这个车手压伫个红架道顶，甲人逮捕。警察办案了，不好意思。穿乌衫的查甫人，互死的远景包围，坐落来，互压伫咧铺红布的桌仔顶，袂顶袂动。远景就赶紧摕手铐甲伊上铐。远景掠人，高调工控制音量，因为因掠人的地点是咧人来去的台中大甲镇南宫。当时镇南宫大埔病当咧办法会，边仔阁有蓝色的小碗，内底拢放白色的碗盘，要互法会使用。那穿乌衫的查甫人是诈骗的车手，甲被害人做交易，竟然阁遐尼嚣摆，约伫咧妈祖庙门口。警方除查扣伪造投资存款凭据、工作证等诈欺罪相关证物外，并于车手身上起获2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。远警查出，这个车手所属的诈骗集团是用投资的手法来甲人骗，被害人4届面交、3届汇款，钱拢互骗去。后来要求要出款互拒绝，才知影互骗，损失340多万。这届第5届面交，甲警方合作，车手嘛掠准会甲前几届同款顺利。想袂到伫咧新民面头前做歹代志，也是互警方掠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